今年是台江水日邁入20週年，22日上午在海淀國小舉行授旗儀式，由台南市水利局副局長詹義清代表授旗給小台江們，為師生長期投入河川巡守與環境保育行動加油打氣，象徵守護水資源的使命持續傳承。愛鄉護水，活動成功，讚！沿着江南大圳一路往上走，可以了解到我們台江的一個人文歷史跟它的一個河川地貌。我相信對於你們，對於愛護這塊土地、保護這個環境，一定會有很大的一個不同的一個重新的一個想象，跟一個未來的願景的一個發展。那我知道，我們小台江跟海淀國小在我們江南大圳這邊，對於環境的部分也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對於環境的一個污染的一個尋找跟怎麼樣去解決這些問題，還有水資源利用的部分，大概都有做一些了解跟討論。那我相信這次的活動，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我相信在未來的人生裡面，這一段壯舉一定可以成為你們未來人生一個很有紀念性的一個意義在裡面。社區大學台江分校表示，台江水日結合台灣自行車日，由海淀國小小台江、長安國小水長安、台江分校綠道志工、長榮大學河川保育中心以及在地巡守隊共同推動。20年來，從校園與社區出發，沿着山海圳國家綠道騎行至烏山頭水庫，來回約70公里，已成為台南重要的環境行動日。日本姐妹市那珂市市長仙崎光更是連續3年參與，展現跨國共同守護水資源的重要意義。這條水圳20當前還未變做國家綠道，那一當後伊就變做是咱台南市最重要，嘛是中最重要3擺種國家綠道。咱台南市因為這個愛鄉護水的行動，守護溪圳港，形成2條國家綠道，一條是水圳，一條是三海圳。這嘛是咱台南市第6市的一個驕傲。那麼5月初3，咱小台江吼，這個親師生包括這個大學，中英大學，個咱日本的朋友，中安國小，等等這個朋友，大家做伙啦，發起愛鄉護水的行動，一當來安尼5月第1禮拜，安尼騎車去到烏山到水庫。來提倡着咱愛鄉護水的這個精神，這是足好的本土教育，嘛是一個環境教育，達得咱全體的這個市民啊，會當做伙來行這條綠道，來熟悉着咱在地台南、咱台江、咱三海圳的水甲美麗。我們小台江所自發的已經第20年的台江水日，那目的是在愛鄉護水，然後呢，我們預計從學校騎到烏山頭，這是我們每年的5月的第1個星期天所要做的事情。那已經20年了，我是覺得相當有意義。那今年人又特別的多，日本友人也一起來到台灣跟我們一起來共同來舉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我想相當有意義。校長郭芳珠表示，小台江長期以行動實踐愛鄉護水理念，20年來持續將水資源保育觀念向下扎根。適逢小台江邁入第21年，未來也將持續深化環境教育，培養學生具備公民責任，成為守護台江的重要力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